牧羊人，带领的一群小羊在旷野中，在一望无际肥沃的草原牧羊，旷野中放牧了一大群羊。哇，这草多青翠啊！你看我的羊多么肥，多么壮。他们辛苦了一天，到了晚上的时候，天亮了，所有的羊都在休息了。妇女团契指预备。哇，好亮的一颗星啊！拿着白色的蜡烛，象征耶稣基督的诞生，宣告救主的来临。天父，我们在圣诞节为要感谢你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，就是这位在宇宙诞生的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。他的诞生让我们脱离黑暗，迎向光明。耶稣，这是现在小朋友要朗读诗篇23篇。我们要请小朋友再帮我们朗读国语的诗篇23篇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河安息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手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，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。使我福杯满溢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耶稣生日快乐！耶稣生日快乐！好，谢谢儿童主日学为我们带来的表演。